哦哦哦哦！好，太阳新军的坐架吼，太阳新军的坐架，后来加出啊，加出的啊。哦，两赛点。好，继续往前走，来，接下来太阳的坐架。谢哦。好，太阳新军的坐架吼，太阳新军的坐架，啊，接下来五常地坐架吼，五常地坐架，吼，来，咱五常地要出巡，咱接师会记一下，五常地要出巡来发挥一下哈，麻烦一下。好，招兵红马，招兵红马来，招兵红马。招兵红马，临正时期，郑成功时期。我来，四常地红马，四常地红马。哎，郑经时期。招兵红马，每人都调动。来，四常地红马哦。哦，四常地红马，来就是三常地红马啊吼，三常地红马。高轩。六四边的共同郑成功。五常地。招兵王。好来，咱这标准就是咱五常地神桥啦吼，五常地神桥。国轩。好来，五常地，来看一个，四常地神桥，准备啊！四常地神桥准备啊！四常地神桥准备啦！上地啊，大好来，四常地出巡啊！四常地出巡。新军出巡了，在南边都有一仗队。慈惠堂的编号已经210号，后面有松山北机电。来，天天三常地头几秒转哦，头几秒转哦。好啊，这两支叫做剑戟哈，哦，啊，这马庙会，咱这用车手的哈，咱这叫做哈。